可能都新莊嘅，就是新開發嘅總體。新莊嘅有樣嘅千帆林立啊，千帆林立嚇。那個蘇富順三山嘅王呢，嘅想法帶來新莊嘅一片安頓下來。目前新莊來講，客家人也差唔多6000萬人。這位係新莊，新莊只係新興莊頭嘅意思。在清朝年間，新莊因為淡水河水源嘅利便，所以客家先民是嚟將泰船切入水入來，所以新莊係客人開發台北建造嘅所在之一，同時也係台北地區政治、社會、經濟嘅中心。清朝客人討新莊嘅實力，是得對了新莊最鬧嘅街路巷嘅廣福宮看得出來。廣福宮嘅頭前是喺淡水河，登陸新莊之後，第一個看到嘅是喺廣福宮。新莊入邊呢，做人係一個港口，一個港口。清朝政府呢對入邊有實有一個對檢查嘅一個像人講嘅海關樣嘅嗬，實到入邊，所以入邊開發起來，馬家人到新莊呢，就係新開發嘅總體，所以入邊呢客家人來到入邊有引來引攝種。廣福宮係乾隆45年由客人攝製來起嘅，為咗保佑到開墾順利，是將家鄉嘅守護神搶過來。主要當到客家人以後，慢慢地以將家嘅信仰嗬，三山宮嘅信仰嗬，三山帝王宮嘅信仰帶過來一大邊，以後呢就設立咗三山帝王廟，喺外山蓋個廣福宮，主要是以客家人為，客家人有客家人呢一個非常和平嘅地方，叫廣福宮。廣福宮所服侍嘅呢，就係三山帝王。三山帝王呢，當然喺做人嘅開發嘅歷史記錄呢，因為佢係一個山神爺，係一個山神爺，所以講山神呢，就係保庇講，像以前入邊呢，當到有個有一個瘟疫啦，有一個瘴癘之氣啦，嚇，有一條呢，佢嘅身體會冇損傷，喺開山打拿嘅過程之中呢，山神爺就係保庇平安開發嘅一個順利當重要嘅一個順利。一下嘅廣福宮無分族群攏會來祭拜，客人廟嘅食材是冇安全嘅，不過還是得發現當到客人將有嘅特色。你人來都有後天人，你看得出講，要拜一個神醫嘅一個婦人，睇下講到有個神醫國王嘅婦人嘅事情啦。注意看咧，到其他嘅一個廟嘅一個祭拜嘅像講西摩嘅一個像觀音樣一條嘅神明嘅神像，其實差別非常嘅大嚇。呢點嚟看，一般嚟講呢，西摩人呢做得上一個神作間個本人來祭拜呢，咩係人哋十人嘅王呢，當有人哋嘅有太多人哋嘅一個 TV 嚇，當有可能個婦人呢都神作當本人來祭拜。嗱我哋咧看一個婦人嘅像，像一個水體嘅一個貼身呢。一看一看得非常的清楚，比如講一個頭拿模式嘅嗰種戲呢，頭拿模式裝打扮嘅嗰種戲呢，嗰種粗戲呢，係有嗰種戲呢嘅樣相。唔想講婦人嘅祭拜同國王嘅祭拜就有啲差別。唔看有神作當過唔看嚇，要拜一個香水胭脂水粉全部都攞去拜落去嚇，唔係講拜一個神明啊，拜一條嘅祭品嚇。廣福宮係標準嘅結木式建築，三川天嘅石刻、木刻，攏係傳統工藝加持當過嘅作品。屋頂也保持定傳統嘅形式，整體看起來非常嘅樸實。討下新莊嘅客人遷徙到批會以後，後台還係被重新轉到廣福宮來祭拜獻獻。喺幾多個台灣嘅發展嘅人嘅過程之中呢，後來第二次嘅移民呢，嚇。至於桃園新莊廟啲啦、玉水啦，甚至花蓮台東嘅客家鄉親呢，咁得個禮拜呢，要轉到了一個新莊嘅來。目前新莊來講，客家人初步嘅統計也差唔多6000萬人，咁來入邊來做事，對入邊來建立自家嘅一個家庭，建立自家嘅一個事業。